哎呦，各位朋友，今日我来谈的两个腔的谈一则诗，读一下吼。天气温度摄氏上大，日时久开，日时彩顺，气灯呆呆。好，这个读解到摄氏上大，日时久开，日时彩顺，气灯呆呆。好，有没有意思哈？摄氏就是十字。熊大，那就是两个十，上下的都有十。日时久开，月亮的月，日时彩顺，月亮的月在右边哈，在旁边。气灯呆呆，站着呆呆的，呆呆好像呆呆啊，就这个呆这个字发音很特别哈，呆。比如说老人痴呆症，老人痴呆症。老人痴呆症，就是老人痴呆症。来看一下，有的是走神的走，走的走哈。那十字相打，两边都有十。日时久开，日时彩顺，气灯呆呆，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写。